三甲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12章第1节到第3节。希伯来书第12章第1节到第3节，显着我来读。12章第1节，已经有最干净的到遐济，亲像云为咱，就着放下逐号的重担，甲快快填破咱的罪。用吞忍来走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站，着自身看耶稣，就是最神的源头甲青尾的。伊为着所安排伫伊头前的快乐，就无要紧凌辱，忍受十字架，担坐伫上帝宝座的大屏。伊吞忍歹人，亲像安尼行逆伊，恁着像伊。免得恁的心失志来亚身。以上，这是要请本堂题牧师来讲道。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清明对书，做最干净的人，做最干净的人。咱同心来祈祷，随便听到巴别上帝，阮感谢带领阮平安经过一礼拜，也伫主日有福气，当来敬拜你。今仔日是阮的清明对书的主日，阮要为着阮的，你想思阮的祖先因留落好的信仰，还是留落好的脚业，互阮会当来学习，也献上阮的感谢，也毋望阮透过对书阮的祖先的神，会当成做阮伫现今生活的即个帮助。阮也要对圣经中间做信仰前辈来得到帮助。就是你的神祝福伫阮的心中，想使阮有属灵智慧会当明白。我来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家平安。当咱昨是清明节，咱拄好当着有是3天的连时，连假日咧，侪人有倒转去去扫墓，还是趁即个机会去甲亲人相甲做伙，这是一个真通咱来纪念的一个日子。当伫清明节时，咱通常咧想，就是咱要用什么方式会当来孝念咱的祖先。即个孝念会当带来咱有甚物帮助？我相信这才是咱上个重要，毋是因为伊有假期，是因为咱会当透过这村里人会当参加组织，会当做伙，会当来得到孝念，会当得到帮助。咱华人对即个祖先，咱非常会这种孝念伫咧。咱有即个孝道伫咧，所以咱甚至对即个过往的即个祖先，有人就去立即个神主牌位，甚至建立即个家谱，常常爱甲咱的子孙伫遐来讲起咱的祖先的即个故事伫咧。当然，设立即个神主牌位，有的是因为咱的地方民间的信仰所引起的。认为讲咱有3魂7魄，有一个魂就爱留伫即神主牌顶头，但咱知即个信仰并毋是正确的。甚至有人对设立即个神主牌位的时，就是向即个神主牌位伫遐来祭拜伫咧。这无下伫咱圣经的教导，因为咱对人是爱孝念、爱纪念，但是咱毋是要拜伊，因为伊本身也是人，咱要拜的只有拜独一的真神。这是咱圣经中间，互咱的教示，但并无因为安尼，咱就讲咱不好的咧。咱会记得咱的圣经中间，咱的10条诫中间第5诫，就要孝敬父母。毋然安尼，佮续落讲话，就是讲，就安尼，要互你伫上帝所享受你伫地面上的日子，会当得到久长。所以10条诫中间，敢若7条诫有带来祝福伫咧，有即个应允伫咧。其他拢是讲你袂使安怎，你着安怎；袂使安怎，着安怎。第5诫讲你着孝敬父母，会当互你会当得到地面上，会当得到久长，就是互人长寿寿伫咧。所以，咱对即个基督教信仰中间，对孝敬父母是非常的即种要紧伫咧。间接若是讲到咱来孝念咱的祖先所留落伫咱的中间的即个好的模样伫咧。假使咱的即个祖先，伊若是基督徒神，当然伊会当真好留落真好的信仰，互咱的信心会当拿坚定伫。但是咱的祖先若毋是基督徒的时阵，
伊无迄个机会来熟悉即个基督时，我相信因的即个好作为、好的品德、好的即种待人处事呢，嘛是诚侪咱的帮衬，甚至嘛，互咱已经熟悉主的时阵，咱搁较少念讲咱应该。若有迄个机会，咱就互咱的祖先也会当来熟悉主。若无，咱的后代，咱嘛是会当伫迄个所在将即个信仰留互因，所以会当引起咱真侪即种学习伫咧。主要嘛是要提醒讲，咱有注目伫耶稣啊无？就今日根据今仔日的圣经就讲，即个注目看耶稣就是最信的源头，甲正美的。华语版讲注神看耶稣。就是做信的原这代句，华语就是讲做信心的创始成终者，创始成终就是伊是创造的，像是伊也完成伊的，这是讲耶稣伊就是这个角色伫咧。当然要来三角今日所看这圣经在对希伯来书内底，咱是看12章，其实伫11章规章有40节中间有讲起足侪这种信仰的这种前辈伫咧。这信仰的前辈，因做见证，了哪参与一个魂咧为着咱伫咧，而且写着某一个人有啥物代志，因拢总写着10个，其他的是无写着，这个人是做啥物事，拢统筹来讲出来。头一咱看的是阿伯的故事，甲该隐的故事，咱伫圣经中间创世纪就看见，头一个兄弟就是阿伯甲该隐。伫遐讲，因两个人拢献祭，献祭了的时，阿伯的祭受着上帝的欢喜。该阮的无，即该阮就伫迄个所受气，将阿伯甲杀死去。但是伫遐讲，阿伯因为信，伊就献祭互上帝，得到称义的见证。称义的意思就是上帝看伊最好。虽然伊叫伊个兄弟伫遐来杀死，但是也最好的见证伫咧。伊落的时，甲主同行，最后无人看见伊安怎来死，就是最真好的见证。一方面甲主同行，一方面佫伫地面上伫遐咧生活，佫生炭做，即嘛看见讲，因为伊信，所以伫迄个所在，互上帝来指接去。那的故事咱佫较知影，因为大水来时，那伊伫遐做一只船，就救了因全家的人。伫迄个时阵，可能咧做这船的时，实际受着真侪侮辱伫咧。为什么甲船建起伫即个山顶？迄个时阵佫遐尼好天。为什么去一只船创啥？佮伫遐来讲大水会来，冇人会当相信你。但是伊有迄个坚定的信心伫咧。最后大水来的时阵，伊全家就伫遐来得着救。咱看阿伯拉罕，咱佮称呼伊最信心的老爸。伊伫迄个说75岁的时阵，伫迄赫兰伫遐要出赫兰到伫迦南地的时阵，上帝互伊应允，讲你的子孙要参像天顶的星遐尼多，要参像海边的沙遐尼多。伊到99岁时，一点仔迹象都也无。伊到100岁时，伊才得到伊的囝以撒。咱看见伊嘛是因为信，等候25年，伊嘛因为信，伫迄个所在无怀疑伫咧。甚至最后还佫将伊即个独生囝以撒爱伫遐来献互主的时，伊嘛伫遐无怀疑，就要做即项代志。咱看见是即阿伯拉罕，佫看见以撒，阿伯拉罕的大囝以撒，伊伫遐是雅各甲以扫。的时阵，最后伊要过身的时阵，就将上帝互伊的使命伫遐来祝福伫即个雅各甲以扫的即个身上。雅各伊也即个12个学生，12个即个囝儿，伫迄要死的时阵，伊将约瑟的即个2个囝伫遐甲伊祝福，诚做即12支派中间的2个支派。然后伊就最后换着即床头还是即个帐头伫。希伯来语内底中间非常的相似伫咧，就是伊真软性，伊悠然会当换着物件，伫遐来敬拜上帝，这是因为伊信，伊知影伊要过身伊的时，伊是因为上帝即种祝福伫伊身上伫咧。咱看见约瑟伊伫虽然去用卖，但是最后做埃及的即种宰相，伊到要死的时阵，伊提起着以色列人，虽然即马看起来。哪产生袂歹，因为伊是宰相，所以受到祝福，因会当占据一个地，伫迄所在生活。但是无久以后，因会受到凌辱。但是以色列最后就是要出埃及。为什么伊会当讲这？是因为伊有信伫咧。摩西咱佫较知影，因为伊信，所以伊会当去带以色列伫迄所来出埃及。
经过红海的时阵，头前红海，后壁是埃及的追兵的时阵，伊有即个信心伫咧。伫遐所讲的，这人并无伫遐所在家己代志拢讲起来，敢若讲着部分的即个代志，讲因为信会当来行这个代志。以色列人因为信的时阵，因伫遐要进入到迦南地的时阵，看因本来是游牧民族，伫迦南地这人徛起的所在，拢已经有个城建立好啊。头一个城就当作亚利哥城，亚利哥城是迄个城非常的坚固伫咧，因免会当去个攻破伫咧，但是因为信。伫遐透过上帝指示，一天甲即个城设一人，第二天也设一人，到第7天的时候，甲设7人，然后发声落去时，即个城就倒落去。若是叫你讲，你是迄阵的即个以色列兵的时，你毋知去做即项代志袂？敢有影安尼？即个城甲设几遍啦，然后话就伊就倒去。但是以色列人因为信，就做即项代志，城就果然安尼来倒落去。伫要攻城以前的时阵，因派探子入去城看的时阵，这个探子因为一个妓女叫做拉合，甲因保护起来，甲因藏起来，所以这个探子就无去用掠去。但这个探子伫迄所在，伊伫遐讲，我若是恁以色列人进到阮中间时，你爱保护阮这个厝的人。果然因为安尼的时阵，这个规个城拢伫遐灭掉，因干那这个拉合。因规家伫迄个所在无灭亡去。希伯来书第11章伫遐讲到这个人以后是，然后佫讲到一寡人，这个人伊就讲，我无必要讲随一个伫迄个所在来讲，伊伫遐讲到佫有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佫有大卫、撒母耳等等这个，伫迄个所在无一伫遐讲因的代志，将因的代志伫遐来拢总来讲做伙。伫遐来讲着讲，因为太赢，因赢过即个敌国伫咧。其实咱若是圣经咧看是咧，基甸赢过即个米甸的国家，然后巴拉是赢过即个迦南的人，参孙是赢过非利士人，耶弗他是赢过阿文人，大卫赢过非利士甲摩押甲即个阿文人。然后看伫即个撒母耳伫遐来立设立即个以色列国伫咧吼。虽然看见这个代志，看见讲伊的即个狮仔的喙伫迄只踢掉时，咱就想起即个但以理伫咧。但是毋那即个但以理，其实参孙嘛控诉中间就会当无摕物件，就甲即个狮的喙甲裂开，甚至到即个大笔的时，伊嘛咧过洋中间安怎拍败即个狮仔遮个。所以其实这个代志毋是讲干那某一个人做。是几啊人拢有去做着这个代志伫咧，即个大戏中间嘛可能是讲着以色列即个但以理的即个三个朋友等等这个代志。而且要讲的是讲，因为因这个人因有信心，所以做了这个代志。但是若写伊嘛去当着这个迫害伫咧，受着鞭拍，受着关押，受着各种的即种磨练伫咧，有石头来钉死的，后用锯仔来锯死的。照着即个传说中间，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就是叫鸡啊，伫迄个所在甲击死的吼。然后因的即个处境中间，因有即个信心，但是因当着的情形确实亲像安尼，非常的欠缺。伫个所在有真侪压力伫咧，有患难伫咧，有苦难伫咧。因所住的所在是伫旷野、伫山岭、伫山洞，伫个所在无一个固定的所在伫咧。但是最后，伫即个作者伫迄个所在甲写伊结局。这个人拢因为信得到恶乐，法务办公得到美好的证据。伫个所在已经得到恶乐，咱看见这个人因是属于这个信心的这个伟人的，但是伫这个在章的39节到40节底下，佮讲伊讲这个人这么有信心啊，但是因未捌得到所应允的，因为上帝甲咱大生备办。搁较好的，要互因若无咱就袂得到完全。原来希伯来书所要讲的，就是上帝旨意中间上要重要的啥，就是当得到一个完全。这个完全是甚物？就是上帝所看这搁较好的事。这个事到底是甚物？原来就是基督的救赎。所以这个前这个信心的前辈。不管是对这个阿伯、对以罗伊拿阿伯兰一直到这时，因拢无看起耶稣的救赎的咧。一直到伫咱现代咱信仰的人已经领受着这个
耶稣的这个救赎伫咱中间。这个救赎在整个在讲做一个完全，这个信心在伫迄个所在，伫遐来显明出来。但是因伫迄个时阵虽然无当着咱内心，因的这个信心依然参与一个彩魂，一个魂，伫迄个所在，甲咱围掉咧，来帮咱，互咱的这个信心会当得到激励。所以到时呢，日子呢满，就是主过来时，就当得到一侪来得到这个荣耀伫咧。所以咱这个直接咧笑念咱过往的这个神灵的时，不管伊是毋是基督徒，这拢会当讲做咱的见证，互咱会当得到帮助，得到咱的模样，会当来提醒咱，会当来激励咱。当然，咱要安怎得到帮助？咱先看见这今仔日正到今仔日这圣经节12章的第1节底讲，已经有最干净的到遮多，亲像魂为咱就着安怎？后壁就讲几项代志，这信心的前辈有遮尔侪信仰伫提起因遮个事的时，是要提醒咱。讲遮个物件咧，甲咱提起什么物件？是后壁即几项代志，咱应该要来得到帮助。头一项就是要放下咱的重担伫咧，放下逐号的即个重担，这是要激励咱。咱看见遮个信心的前辈中间，头一咱看见约瑟，约瑟伊是诚做宰相。毋是遐尼简单，伊咧伫7年的丰收中间，安怎筹备，安怎准备，将这丰收的物件，存好势，最好的安排。然后到后壁7年中间开始饥荒的时，逐位拢总无食物的时，伊要安怎来好好来安排去，甚至还阁安怎救着伊的这以色列的这个家族伫咧。这毋是一个真简单的代志，绝对有非常重大伫伊的身上。摩西带以色列人出来集时，圣经讲带60万的即个壮丁，小镇的人60万，你若家庭啊算算咧，至少乘以4来讲是240万人，至少有遮尔侪人。摩西带遮个人出埃及，然后搁伫旷野爱活40年，你敢若想象就知影，这是偌尔啊重的即种重担伫咧。咱若有1000人、1万人，互咱带去，咱就非常困难伫咧。何况这100万人，搁着爱管因的食、甲啉等等遮个代志伫咧。咱看见大卫，伊已经受耶路撒冷受即个撒摩尼底下甲伊抹油要做君王啊，但是佫依然受到扫罗王伫迄个所在一直甲追杀，伊心内绝对非常郁卒伫咧。为什么我就已经去哦？撒摩尼已经甲我封你做王啊，但是我依然爱逃走，逃走了到换伊做王的时，伊就开始搁着爱外面的这攻击这外邦来时，伊安怎爱来抵挡来建立这个国家？咱看见这3个人，因伫伊的性命中间，伫伊的生活中间时，伊拢担当着国家互因的这种重担伫咧。我相信咱中间咱无这种重担伫咱中间，因就会当伫迄个所在来放下这个重担伫咧，因为信心甲咱诚做因的帮助。何况是咱？伫诗篇68篇19节安尼讲。伊日日背咱的担，就是救阮的上帝。上帝要背咱的担，主耶稣要背咱的担，所以咱就将这个担来交互伊。咱无必要再来担这个担伫咧。信心的前辈头一项就是甲咱讲，因为有这个因那参像魂咧为咱的时，要甲咱讲头一项，你就是放下你这个逐号的这个担伫咧，咱会当来学了上帝，因为伊诚做咱的帮助者。第二就是安尼来脱离迄个。脱离这个罪伫咧，围绕伫咱中间的这个罪伫咧。咱看见这个信心的前辈中间，毋是大家拢非常的成功，因为真失败的所在，头一个看见基甸。基甸本来是一个真冷静的人，秘伫房间内底伫遐咧拍册，但是上帝使者见到伊，甲伊讲：“你大能的勇士啊！”伊就遐着惊。果然尾啊，基甸就因为上帝帮助300个人拍到这米甸的这个人伫咧。但是到尾啊时，伊嘛行毋着去。伊伫迄个所在来做一个金的衣服塔，互这百姓伫迄个所在来拜，互这百姓陷落伫罪恶中间。咱看见参孙，伊非常有气力，伊会当无摕物件，会当拍死这非利士人。但是伊竟然伫迄个所在去恋爱一个迷恋非利士的这个大利拉，这个查某囡仔。
遐来因为安尼来离开上帝。咱看见伊虽然上帝设立做事师，但伊所做的这行为竟然毋是参与事师应该做的。咱个看见大卫伫遐来设立做君王，但是伊行奸淫，搁伫遐来为着即个奸淫，伊就搁伫遐谋杀即个伊的即个兵丁伫咧。但是伊真心伫个悔改，最后上帝圣经中间讲，伊是上帝合伫上帝心意的人。咱看见你有遮个信息的前辈，互咱做提醒伫咧，要提醒咱讲，咱嘛有可能参像遮尔啊软正伫咧。伫咱的生活中间，咱常常嘛犯罪的软正，但是耶稣要担当咱的罪，圣心要带伫咱的心中，所以咱就要参像即个所在讲，咱就要放下，咱来紧紧提盘，放下迄个紧紧提盘咱的罪伫咧，咱来活伫上帝的即个光中间。第三个，伫迄所在讲，咱就要用吞论。存心伫遐来忍耐，这是要互咱一个模样伫咧。因为亚伯拉罕就是安尼，因为75岁开始受调，就得到即个应允伫咧。但是一直到100岁25年以后，咱才伊才得到即个所应允的。我毋知咱若感觉咱对即个应允毋知咱忍受偌久，忍受1礼拜，还是1个月，还是1年，还是10年？若要你忍受25年，你会当忍受袂？信心的前辈就是甲咱讲，你一定要用吞论来听候伫咧。亚伯拉罕最上界好的即个模样伫咧。第四，伫迄说讲，会鼓励咱讲，在向即个头前所定的路底下来跑走。咱看见伫即个以色列人咧攻即个耶利哥城的时，迄个基路拉合，因为神就伫遐将即个探子伫遐甲保护伫咧时，尾啊伊的全家就伫遐来得到拯救。然后呢，即个拉合最后嫁予即个探子，其中的一个叫做沙门。即个沙门呢，最后是咱来看马太福音第1章，咧讲到耶稣的家谱中间，即个沙门对拉合伫遐来得到囝，即个囝一直落来时，就是诚做大笔的祖先，亚西搁起哩，就是即为拉合伫所在来得到。所以，即要咱讲，拉合伊就凭着信心行伊头前该行的路，咱嘛应该安尼。咱所看的毋是敢若目前看会到种小小的即种利益尔，咱来看的是上帝互咱的应允，伫永久的即种应允到底是啥物？未来美好的应允伫咧。所以咱毋通常常失迷伫咱的即个咱的浅见中间。咱来看的是上帝互咱的即个应允到底是啥物？上个重要的。这信心的前辈要甲咱讲啥物？讲咱着爱仰望，咱着爱看迄个信心，爱注目看耶稣，就是最新的源头，甲正尾的对信心的创始、成终的耶稣伫咧。圣经中间的启示的中心，拢一直是咧讲着基督。真侪人的见证嘛是要引出咱到最后，就是爱看到基督。当基督都将肉体到伫地面上，为着咱定时给留保护的时，这整个的救赎才伫迄个所在开始完成，然后刷落是开始人的努力的部分。只要咱看见是遮一点，所以对头拄仔咧看这信心的前辈，这历史中间有几啊项，就是甲这有关的。头一个看见拿用这个船做船，然后去救着伊的全家的时，是代表基督的这个救赎伫咧。约瑟去用卖去，但是却照着这种安排去拯救了整个以色列族伫咧。有表着基督嘛是伫个所在去犹太甲卖掉去，搁伫遐来定时过了后，就受这个救恩伫咧。约瑟的卖，甲受着拯救全家，就是要代表有表基督的这个救恩伫咧。大卫的王的这个王国，有表着基督永远袂动摇的这个国度伫咧。咱看见上帝甲先知透过撒母耳，甲即个大卫讲伊的即个大卫的国家，伊建立王国绝对袂废无去。但你想讲无啊？伊到所罗门王都无去啊，甚至到后壁一直到后壁，这国王拢无真好势啊。到最后嘛是主前586年，犹大国就去互灭掉去啊。免哪有永久？毋通袂记咧，耶稣就是大卫的后裔。
所以伫遐耶稣永远最王伫咧，即个国度并无伫迄个所在咧袂调去。所以咱嘛应该受着激励，咱要学习基督，因为安怎？伊为着所安排伫伊头前的快乐，就无要紧凌辱，然后忍受伫十字架顶受定死伫咧。咱若看见遮的时阵，就要受着，就要来学习。像有啲，咱来隔壁来看，因就是第3节伫遐讲，伊吞忍歹人，亲像安尼行业伊，恁着想伊，免得恁的心失志来亚神。当你若看见耶稣安尼的时阵，咱若看见安尼，咱来想即个时阵，咱就袂亚神失志，甲即个亚神伫咧。有遮尔最干净的即个干净者，伫遐尔多，伊用参像魂咧为了咱，搁伫遐咱来看见遮时，咱就头一个爱放下逐样的即种重担，第二爱快快甜半的即种做，第三用吞忍，第四爱跑走咱头前的路，然后第五爱注目看伫上帝身。咱若安尼，咱就袂灰心失志伫咧。所以，伫所在佫提醒咱有即几项伫咧。当放下咱所有重担的时，就是爱咱来注目伫上帝，注目伫耶稣的身上。耶稣为着咱受着遐尼侪凌辱，定十字架。咱敢会为着这一寡，互人误会，互人只爱就感觉真失志伫咧。无，咱会当将这放互即个耶稣伫咧，放下咱的这重担伫咧。咱来挖靠圣神来帮助咱脱离这，互咱真容易犯的即个罪伫咧。然后咱就爱注目伫迄个上帝应允，一定会成就的。所以咱会当忍耐到迄个应允，伫迄个所在来形成，来走咱头前的路。注目看头前，毋是咧看后壁，毋是咧看迄互咱甜盘伫咧，乃是咧看上帝伫咱头前所给咱应允的即个命定是啥。然后咱通注目看伫耶稣，耶稣将即个信心赏赐互咱，互咱会当伊是即个信心的创始者，也是即个完成者。咱在注目伫伊的身上，咱若有想即5项代志的时阵，咱自然就袂失志，即个袂亚神伫咧。这是伫希伯来书12章第3节底下讲的。恁着想伊，免得恁的心失志来亚神伫咧。当咱伫清明主日的时阵，咱咧少年咱的即个逐人的祖先的时阵，我相信有人会当对着伊留落好的即个信仰伫咱身上，还是留落好的模样伫咱中间，这拢要诚做咱的帮助。假使若有这无好的时，嘛诚做咱的提醒伫咧，互咱会当更较清楚来知影讲，咱真正需要有耶稣伫咱的身，诚做咱的帮助者。咱才会当去行头前所要行的这个路站。那因为安尼，咱才袂失志，会袂亚神伫咧。毋茫咱拢共款这样看见的是，即清明的追思，才会当诚侪有一个意义的即个追思伫咧。清明绝对毋是互咱有一个休困日，然后咱就会当去佚佗啥。啊，有厝里生啊做伙，这是真好的代志。但是有啥物特别的意义，会当对即追思咱的祖先的时，会当得到帮助啊无？咱来对信仰来看的时，希伯来书举足侪例咧，这拢是前信仰的前辈咧。这来提醒咱，因为因有即个信心，所以甲咱讲，咱着爱放下咱的逐个这重担伫咧，咱着爱离开遐罪伫咧，咱着有吞忍的心伫咧，然后咱来行头前的路，主要就是自信看伫耶稣。你若有安尼的时阵，你着袂失志甲亚神伫咧。毋茫咱伫咱的信仰来培养中间的时阵，透过清明追思，互咱搁一摆来体验到这个重要性伫咧，则袂互咱的这追思诚做一个无意义伫咧。毋茫上帝祝福伫咱，咱若是毋拿安尼，咱会当得到提醒，像是咱有一个责任伫咱中间，免怎将这美好的这个信仰会当传落到伫后代去，互伊永远会当得到帮助。这是咱这代所应该爱思考的这个功课伫咧。毋茫上帝祝福伫咱每一个人伫信仰上会努力，咱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伫清明主日的时阵，阮即个一摆来思想，阮的这祖先因所留落好的脚迹伫咧。
阮也对圣经中间来学习到，这信仰的伟人因所留落的，因虽然无看见因的应运伫因的身上来实现，但是因有这个信心伫咧。但阮已经看见这个应运已经实现伫阮的中间。主耶稣为着阮来诞生，为着阮定时的价，为着阮流保费，将阮的罪来洗清，互阮甲上帝更好的时阵，阮有这种福气来领受这个时，阮更加要有这坚定的信心伫咧。阮来放下阮的这个重担伫咧，阮来脱离这互阮无好这罪伫咧，阮来有这个用吞忍来抛走阮头前路障。主神看目，主看目伫迄个信心的创始者，就是主耶稣的身上。阮若会当安尼时，阮就袂失志亚身伫咧。求主你帮助阮，互阮的清明的主日过了有意义。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这时阮若要当心用主所教是阮的主祷文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误，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